導向明燈，詩篇90篇12節。求你教導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，好使我們得着智慧的心。呢一篇詩篇嘅開首嗰度註明咗係神人摩西嘅祈禱。有啲聖經學者就認為呢首詩鑄成嘅時間係大概喺西元前500年，回到摩西運動嘅高潮。唔理呢個詩係寫喺乜嘢時代，佢都有超時代性嘅崇高思想同埋偉大信仰。作者將人生做一個簡單而莊嚴嘅追述，然後不禁就發出悲切嘅呼籲啦。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。由呢篇詩嘅詩篇中，我哋可以得到好多寶貴嘅教訓。人生係變幻莫測嘅。第5節嗰度話，他叫他們如水沖去。愛默生話，人生係一連串意外事件的連續。今天不能知道明天的心境、苦樂和強弱如何，唯有主係千古嘅磐石，世世代代係我哋嘅居所。人生係短暫嘅。第10節嗰度話，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，如果強壯可到80歲，但其中可誇耀的不過是勞苦愁煩。我們的年日轉眼即逝，我們也如飛而去了。泰來話，我哋嘅生命係兩個永恆之間嘅一剎那，一旦過去，永遠都冇第二次機會再來。喺呢個短暫而變幻無常嘅生命中，上帝卻係永遠不變嘅主宰，係我哋嘅依靠。喺蘇格蘭東邊嘅海岸外面有一個著名嘅恩奇角礁，暗礁上嘅貝爾燈塔喺黑夜裏面發出強光，係航海者嘅生路。呢個燈塔真係上帝嘅形象，係我哋處身於呢個俗世狂瀾中嘅指望。千古不變嘅主啊，你嘅慈愛永遠都隨住我哋。求你喺呢個年終嘅時節，令到我哋可以誠懇坦白咁樣去檢討過去一年間我哋嘅生活，令到我哋由過去嘅錯誤中得到人生嘅教訓，令到我哋知道喺將來嘅年日點樣去更努力奔跑我哋嘅靈程。求你令我哋知道點樣去數算我哋嘅日子，好叫我哋得着智慧嘅心。阿門。